还有我们的圣母玛利亚，我们的亲戚朋友，我们的母亲，还有我们的还有在这里工作的人员，请都走掉了他们的精神，恳求你祝福，也让这里面的家里的以前的互助式、合作式的所有的邪恶就赶走了，让我们用圣水洗掉它，让它变成一个新的家，一个复活的家，让所有的以前的难过、以前的错误就变成现在的希望。感谢你祝福这个家，尤其是工作的人员，有小张，让他们所有的给我们帮助的人，我们恩人，还有我们从很多国家来的外国人，还有我们这边的乡长，所有的帮助我们的人，祝福，让他们的心里也是跟我们的家一样，有一个新的生活。我们现在用耶稣的名字祝福这个家，也基子生命决定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就是宽容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争日记之意足，不轻易发怒，不惧乱人家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软软，凡事让心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凡事要忍耐，爱是不留之心，爱是忍耐，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人之光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责任的主，不随意发怒，不喜欢人家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热闹，人是人善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凡事要忍耐，爱是永不死心。